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奇怪，那你叫你胖啊？是有人在煮食的哦。咱进来灶卡看卖，是啥？介绍今仔日的主题：灶卡。灶卡汉字写作灶卡，罗马字写作子后灶。科阿卡灶第三条，卡第一条。欢迎大家来到阮家的灶卡。虽然我袂晓煮食，不过人讲无食过猪肉，嘛看过猪行路。看阿母吼煮遐尼济档啊，我婆婆啊嘛知影爱安怎煮，才煮会出好滋味哦。亲像这尾鱼啊。咱爱先放伫点顶悬，摕菜刀甲鱼人烤烤哩，再个用平鼎煎。可惜吼，即马厝内无大人，所以我袂当开火。啊无，等下火烧厝，代志就大条啊。今朝我普通时爱的点心就是肉包，肉包若要好食，就要用人参吹过，才会香。人讲食鱼食肉，也着菜甲。今朝我上爱食的菜就是菱仁，也就是红菜头。若无时间煮，我拢用当鼎下滚水，杀一时啊就好啊。再来要甲大家点一项法宝，就是电锅。不管你是要煮饭、炊卵、控汤、有鱼、煮食加真利便。传统的灶卡有真侪厉害的技师，亲像养汤的时，咱会用后香；好料的时，咱就会用饭粒。后香甲饭粒定定会做伙用，后香中无空，饭粒中全空。生做无啥相像，讲人嘛无共。俗语讲，一个讲后遐，一个讲饭粒，意思就是两个人，一个讲东，一个讲西，讲的拢无关系。六灶卡点平鼎人参当鼎电锅后遐饭粒。一个讲后遐，一个讲饭粒。讲到我巴肚拢枵啊！等下来去灶卡，看有啥物通食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